手頭上攞住60幾萬就可以買到一套126方大單車房全新裝修嘅3房，而且呢套房咧係南北對流嘅啦，梳化啊、水電啊、裝修啊同埋嗰啲軟裝硬裝都係新嘅。咁呢個客廳嘅闊度咧，我啱啱量過咧，大概係3.8米度，係方方正正嘅啦。咁望出邊嘅景觀咧，嗱呢度咧係屬於我哋民權路嘅位置。咁呢棟樓咧已經裝咗電梯嘅啦，只要俾咗錢就可以用嗰個電梯。咁先睇下呢間房啦，呢間房咧向南邊嘅。配置係1.8米床，咁空間嚟講都 OK 嘅。不過咧就衣櫃就冇做，到時候你做翻就 OK 嘅啦。再睇呢邊，嗱呢個位置咧係做鞋櫃嘅位置，你可以做多個屏風喺呢度位置，即係唔使一入門口咧就直接望陽台啊嘛。咁我哋餐廳位置咧大概係6人位到啦，成間屋嘅光線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廚房大概係3個人煮飯都冇問題。呢邊咧仲有個位置咧，俾你係曬衣服同埋洗衣服。咁佢兩邊陽台咧都做咗我哋嘅防盜網噶啦，所以咧比較安全。咁呢邊呢間房我哋先睇下先。嗱呢間房咧係主人房位置，配置1.8米2米床都 OK。咁呢度咧可以做衣櫃嘅位置啦。咁佢裏邊仲有一個衛生間，嗱喺呢個位置點樣試睇下？衛生間咧可以沖涼，可以去廁所，出邊仲有一個陽台。呢個陽台咧佢都幫你做埋洗手盆噶啦，所以咧佢呢個戶人咧係有3個陽台嘅。咁佢啱啱廚房嗰邊個陽台咧就打通咗啦，做咗個大廚房。咁呢度咧有一個好驚喜嘅地方咧，就係衛生間啊，好大啊，相當於一間房咁大嘅衛生間。呢間房咧就第3間房啦。咁空間嚟講都 OK 嘅，3間房都可以。你見佢配置2米床咧，仲有咁多嘅位置，所以咧126方基本上咧係可以話實用面積都有126方左右噶啦。成間屋南北對流，總價60多萬。